第一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最近天气多变化，有时寒冷，有时热，一个无注意，感冒风邪就扫袂定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扫。读四凹扫第三条，扫就是喉管或者是气管的黏膜，因为痰也是气体刺激引起反射作用，出来甲气体排出来，咱讲是干扫。因为黑菇串扫引起的扫，咱讲是黑菇扫。若是扫无痰，咱讲热扫。寒着引起的扫，痰是白色的，咱讲是冷扫；紫扫嘛有人讲是地扫，另外一款镜头是百日扫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是歹声扫，先讲声扫，意思是讲一个人讲话口气语气；歹声扫就是形容一个人讲话真大声，口气无好。第二个词读做酷酷扫，这是形容一个人扫袂掂的意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咱咧讲下句袂轮得扫，字面的意思是讲下句的人要叫伊卖扫，伊是挡袂牢。意思是讲一个人一条肠啊烫尻川，心肝内有啥物话就直接讲。阿明的个性就是安尼，有时阵坐公车看到有人酷酷扫无挂喙罨，伊就会小可较歹声扫，甲人加讲两句啊，算是热心，煞不里面会去得罪到人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扫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